上一條片，災後心理輔導協會總幹事 Tim Sir 講到柬埔寨西北部洞裡薩湖一帶，因為早前戰事同水災令好多家庭失去快樂嘅家園。今次我親身喺柬埔寨與泰國接壤嘅邊境難民營再訪問 Tim Sir， 佢哋喺呢度做心理評估嘅情況。Tim Sir 不如同大家講下柬埔寨嘅災情。其實柬埔寨嘅西北部係最近同時有泰國戰事同埋水災同時夾擊，加上鄰近地方災難增加，所以基本生活必需物品，例如水及糧食，仍極之缺乏。我見到你 send 返嚟嘅片段，喺一大片好靚嘅農田嗰度，背後嘅故事係點？係啊，嗰度係洞裡薩湖南端嘅一大片新生長嘅紅樹林。如果淨係睇畫面，你可能會覺得哇好靚，綠油油一片。但係喺去年11月特大暴雨前，呢度湖上嘅水上村係柬埔寨著名嘅風景區。一夜間，數以萬計嘅水上屋及村民被洪水沖走，對呢度嘅村民嚟講，係沖走咗佢哋一生嘅積蓄、快樂嘅家園同埋安全感。你哋呢次出隊去咗幾多條村？有咩畫面特別令你難忘？呢幾日我哋去咗10條村，包括天災影響嘅7條村莊，以及受泰國戰火影響嘅3個臨時安置營區。營區嘅房屋硬件建設都唔錯，只係村民糧食仍然唔夠。呢個係屬於 UNMHPSS 心理支援中第一層嘅基本需要支援。以往 PCCN 支援嘅31個災區相比，一般係災後3個月受災，民眾都可以得到糧食、食水等基本需要。不過呢個地方災難後7個月仍然係基礎生活不足嘅，我都第一次見，真係覺得好感慨。所以我哋都買咗餅乾入去送俾村民。你話有咩難忘啊？我見到有位男士收到我哋送嘅2片餅乾，竟然喺營外立即拆開同一位老人及一位細路分享。雖然生活艱難，但係佢哋仍然好有秩序，排隊拎亦都好善良。PCCN 唔係負責心理支援咩？點解要送物資俾佢哋呢？你問得好好啊！其實聯合國指南提到，如果受災者連基本需要都未能達到嘅話，通常會產生間接嘅心理創傷。我哋出發之前收到當地政府同我哋講，佢哋連糧食都未能夠滿足，所以我哋買定啲餅乾，喺災民接受完心理支援後送俾佢。災後心理支援喺呢度最重要嘅角色係乜？即使基本生活所需都已足夠，但係好多災民仍然喺漫漫長夜入邊唔敢回憶，同時控制唔到不斷爆發恐懼、焦慮同無力感。另外，當我哋去到中部一啲地方，發現洪水退咗之後，好多蛇會出嚟，試過咬傷小朋友，所以好多村民連日擔心小朋友被蛇咬，心理壓力達到非健康水平，都好值得關注。我哋嚟到唔係淨係問你而家點啊，而係透過美國心理學會創傷心理學服務得獎嘅 PCCT 心理評估及治療方式介入，配合聯合國 MHPSS 指引，慢慢幫佢哋回復健康水平。未來將會喺柬埔寨培訓當地照顧者作中長期服務，已經有多個服務組織主動邀請我哋培訓佢哋同事，而家只係需要籌募經費就可以喺6個月後開始培訓㗎啦。呢個柬埔寨培訓需要籌款幾多呢？如果有喺香港睇緊呢條片嘅朋友，佢哋可以點樣參與或者支持你哋？如果你已經係合格嘅災後心理輔導員，我哋真係好希望你可以親身嚟到呢度為佢哋服務，讓受創嘅人可以得到治療。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齊去幫助災民，但未受訓練，可以參加每季舉辦1屆嘅災後心理輔導員 PCCT 課程。當然，你都可以透過捐款支持 PCCN。未來1年，我哋急需港幣約80萬港元嚟培訓同督導100名當地組織人員作長期服務，預計可以讓50萬災民接受創傷心理支援服務，建立長期嘅心理支援網絡。只需要按連結就可以參與。熒幕面前嘅大家，歡迎你哋都為柬埔寨嘅災民出一分力。災民每秒都等待住你嘅支持，請立即行動。無論裝備自己、親身出隊定係捐款支援，按任何一條連結都可以幫助到佢哋。代表災民衷心感謝大家，下星期5再見。